各位觀眾，你哋好，我係李文漢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而家我就嚟到金寶路啦。可能你會話我成日都嚟怡保嘅，咁啱聽日係我外母嘅生日，所以我哋要翻嚟同佢慶祝，順便就揾個地點嚟做採訪。話說怡保都俾我採訪到七七八八，反而未採訪過金寶路，所以今日咪過嚟咯。相信你哋都知道，我係每個星期做一條片，所以我係有一個好緊嘅時間表。就算喺外播，都要揾一個地點嚟做採訪。如果唔係，下個星期就冇片上映。基本上要做好一條片，我係要用2日時間嚟拍攝，1日寫稿，2日嚟錄音同埋剪接。1個禮拜只係剩翻2日休息。其實佢同我以前做打工仔都一樣咁吃力㗎。話說我未做一個 foodie嘅事，如果去度假，我真去逛街食嘢同埋睇風景，好悠閒㗎。可能你會講我唔需要咁認真，幾時有片咪幾時上映咯，唔需要每個禮拜做一條片係嘛？老實講，我係一個完美主義者，除非唔做，要做呢就唔可以馬馬虎虎。今日我哋早上7點從 KL 開車嚟怡保，我個大舅真係唔話得，提早安排呢間金寶路美食閣俾我嚟做採訪，反而佢自己呢就喺英國度假。今次陪我哋2公婆嚟怡保，就係從澳洲翻嚟另外一個大舅同埋佢嘅太太。因為今次係遇到迪巴巴呢假期，我個女都要喺新加坡請假翻嚟趁下熱鬧。因為我諗住已經好熟悉金寶路，所以就冇用 GPS。結果就行到過咗龍金寶路，嚟到扎蘭獨宮嘅斗姆宮，我睇見有咁多包賣，都猜到九皇耶誕就嚟開始，唔係誇張。呢個包檔係營業24小時，九皇耶誕一結束，佢哋就跟住收檔。佢哋有提供烏龜包，一般係拎嚟拜神，同埋土包係做嚟食爽嘅。皆因裏頭係有餡，總共係有4個口味：翡翠、蓮蓉、加英同埋豆沙。其實佢哋係有烏龜包同埋桃包，我而家食桃包，佢哋係有4個口味嘅。我食呢個係蓮蓉嚟嘅。呢度個包真係好受歡迎，所以佢哋不斷咁做製作。呢條街係有2個包檔，佢哋嘅包口味係完全唔同。反而我喺暗班九皇爺廟都唔多覺佢哋有呢啲包賣。眨下眼就1年，我前年呢段時間就喺暗邦九皇爺廟附近做美食介紹。其實九皇耶誕係從農曆9月初1慶祝到9月初9，就同你哋講下九皇爺嘅來源。傳說顯示斗姆元君就係呢9個皇爺嘅母親，所以佢哋亦都被稱為北斗9星。咁點解我哋喺九皇耶誕要食齋呢？據稱斗姆元君要透過一個好嚴格嘅素食，至可以保護佢9個有參與反清嘅仔。可惜佢哋終於都係被清官處死，結果喺9月9日就要斬頭啦。佢哋嘅精神又鼓勵啲老百姓喺佢哋嘅死忌要食齋。其實呢個信仰都係從中國福建開始，喺19世紀中，九皇耶誕就引入東南亞，第一個地區就係寶雞。據稱有一班中國過嚟嘅大戲團，因為病情每個都感到病，遭受痛苦，為咗克服病情，呢個劇團就實行素食，並向九皇爺祈福，結果個個都平安冇事。後尾呢個崇拜就傳去馬來亞、新加坡同埋印尼。講起嚟，我都有60年冇喺九皇耶誕食9日齋。記得
喺我1年級就開始食齋，直至到中3至放棄，因為嗰陣時係我思春期，太多誘惑啦。話說以前我真係唔知道食齋係乜嘢意義，反而我覺得食齋係有啲華麗。皆因我哋食齋嘅餐具同埋食雜嘅餐具係要分開㗎，而且喺呢9日可以食到我喜愛嘅腐乳、豆腐花、豆卜、豆乾等等。可惜而家只係初7，呢度還未有提供齋菜。如果唔係，我會採訪佢哋。咁暫時我哋嚟採訪金寶路嘅非素食。如果你喜歡呢條片嘅，就俾個 like 我，分享下。如果未曾訂閱嘅，就麻煩你訂閱啦。多謝你。其實Jalan Gempar係怡保最重要一條路。以前未有 North South Expressway 嘅時，要去南方，舉例 KL 就一定要用呢條路。我哋嘅政策真係多嚿魚。以前英國政府改啲路名都要換晒馬拉名，就好似呢條 Gempar Road，而家係叫做 Jalan Raja Permaisuri Bangun。好彩佢嘅中文名還係叫做金寶路。反而我今日要採訪呢間茶室，以前係叫做 Restaurant No.1，而家係叫做金寶路美食閣。呢間茶室第一個檔口我要採訪就係刀刀豬腸粉。我個大舅認為整個金寶路最好食嘅豬腸粉就係佢。呢位檔主 Madam Chin 只係喺度擺咗檔有6年，不過佢以前喺另外一個茶室都經營咗7年。其實佢都係呢間茶室一個細股東。檔主建議我食3色醬蝦米粉。後尾佢還叫我試埋呢個有包沙葛嘅腸粉。呢個豬腸粉嘅口味係有啲 different 嘅，佢裏頭係有沙葛㗎。好嘢味。第二個美食我要介紹就係罪名燒臘飯檔。喺馬來西亞幾乎每一間茶室都有檔燒臘，可惜唔係每一檔都好食。估唔到喺怡保都可以揾到一檔咁有水平嘅燒臘，無論係燒雞、白切雞、叉燒、燒肉同埋好難食得到嘅燒鴨。呢位檔主阿文都喺度經營咗15年，佢真係好嘢。呢度所有嘅燒臘都係佢一個人燒㗎。檔主介紹我食呢個燒肉拼，有滑雞啦、燒肉啦、叉燒同埋燒鴨。呢個燒臘拼真係樣樣嘢都好食。呢個係燒肉。頭先我老婆食呢個滑雞，佢講好有雞味，真係。人哋講怡保嘅美食價錢係起到離晒譜，反而呢檔榮記嘅叉燒雲吞麵只係賣6扣半。呢位檔主阿姨都喺度擺咗檔有15年。我覺得而家啲雲吞麵檔係冇自己打麵，連阿姨都唔嚟。我個人覺得好食嘅麵係睇下佢淥麵嘅功夫。如果過冷河太耐呢，啲麵就食到冇口感。還有撈麵都係講技巧。希望呢位檔主唔會令我失望啦。呢個雲吞麵嘅味道係有啲傳統。喺雲吞麵嘅隔離就係呢檔客家麵，講你都唔信，佢哋個個鬆客家麵只係賣3扣2。當然喺怡保食粉麵就要加炸料嘅習慣，佢哋嘅炸料係賣扣1件。姓蕭呢兩夫婦只係喺度經營咗幾年，但係已經吸引好多熟客。
一般我喺 KL 食客家麵係冇加炸料嘅，但係而家喺怡保就 do what the Romans do， 一於揀幾件洋料嚟試下。呢個客家麵係有啲得意，係有放芽菜嘅喎。當然嚟到怡保就要食佢哋嘅雞絲河粉，事關呢個美食係怡保研發嘅，而且怡保個河粉係最滑㗎啦，唔使講，佢哋嘅芽菜係最脆口。呢位檔主阿威只係喺度經營咗3個月，以前佢唔係做飲食，除咗雞絲河粉，佢都有提供滑雞用一咖喱麵。檔主講，一般佢嘅熟客都係嗌佢嘅雞絲河粉，貪佢個湯好濃，特別鮮甜。呢個雞絲河粉嘅湯係好鮮甜，應該係用好多蝦殼嚟熬嘅。嚟到呢間茶室，最後嘅介紹炒粉，姓黃呢兩母子都喺度擺咗檔有6年。呢位檔主而家係有啲忙，事關佢接咗斗武宮包檔嘅訂單。佢嘅炒粉應該係唔錯，因為佢哋一共係訂咗12個打包。檔主叫我等一等，好快就會輪到我。呢度嘅炆伊麵同埋滑蛋河係佢哋嘅招牌菜。但係我而家唔想食有多汁嘅粉，咁檔主嘅老媽子就介紹我食鴿底粉。我不但冇食過呢個美食，連聽都未聽過。其實鴿底粉只係蝦仔啦、瘦肉啦、魚片啦，當然有豬油渣啦。好多人講我一般都係採訪早市嘅美食，應該揾啲夜市嘅美食嚟做採訪。為你所願，而家我就嚟採訪金寶路嘅66美食中心。雖然佢哋係早上7點營業，但係到夜晚所有嘅美食檔至開到晒。呢度係有好多嘢食，我睇起碼有超過40個檔口。第一檔美食我要幫襯就係江興薄皮啊！事關我嘅太太要食薄皮啊！呢位員工阿妹講，佢哋嘅總行就喺昆龍喇叭，已經有10幾年歷史。呢間分檔只係經營咗呢個 food court 開張咁耐。阿妹講，佢哋嘅秘方係跟足總行嘅味道，所以一樣咁好食。一般我哋係中意食便靚嘅薄皮啊，唔知道怡保又點呢？頭先我嘅太太嗌埋佢哋嘅燒豆腐，唔係誇張，我係冇食過咁正嘅燒豆腐。呢個 food court 第2個美食我要採訪就係沙爹。呢位檔主係個外國人。話說我係好少採訪外勞，唔係因為我歧視佢哋，而係我唔想雞同鴨講。其實佢哋都有好嘅廚師。試問邊間酒樓嘅廚房係冇佢哋？呢位緬甸嘅檔主 Owen， 從呢間 food court 開張，佢就已經喺度。一般我食沙爹都係火炭嚟燒嘅，今日我一定要試呢個用電嚟燒嘅。我哋嗌3個口味：羊肉、牛肉同埋雞肉。我行去拉尾嚟到呢檔怡保仔炒粿條，佢係頭先薄皮一個員工介紹俾我嘅。
咁啱，我個女女又想食炒粿條。阿媽，你食咩嘅咧？食飯。呢位檔主譚先生同佢嘅越南太太攜手打理呢盤生意。以前佢就喺華南茶室做廚師，佢嘅太太除咗落單，都有幫頭幫尾。我覺得佢嘅炒品功夫係好特別，一般係猜唔係炒，或者出嚟嘅效果係好食啲呢。佢嘅炒粿條係好捨得你試堪。怡保嘅炒粿條好可愛嘅，一定要俾你辣椒嚟點嘅。上集喺昆龍喇叭揾到一檔豬雜粥，而家喺度又有一檔，反而喺 KL 就少見。阿文，你貴姓咧？姓鐘。鐘嗰啲係做鐘嘅鐘啦。呢位檔主講，以前佢就喺大和苑擺檔。我問佢可以入嚟做拍攝冇，佢講冇問題，但係所有個步驟都做晒，只係未落料啫。我發覺一樣嘢，唔似一般嘅粥檔，佢係有加多一浸白粥上去至落料。比較重口味啲啦，睇個人咯。如果有啲人後生嘅食粥，但係又食重口味嘅，就可以咁樣撈嚟做。可能咁會好食啲啩，因為佢係一支公，所以我哋就要 self service 啦。呢個豬雜粥啲燒腸好緊要脆。其實我頭先一入到嚟呢個 food court 就 hold 住呢檔三喜豆花，因為我係好中意食甜品，尤其係豆腐花。呢位員工阿賢講，佢哋總共係有2間店。我問佢呢個甜品文化係唔係從台灣抄過嚟？佢講呢度所有嘅口味都係佢嘅老闆研發嘅。阿賢有介紹我哋試2個口味。佢真係合作，俾我入去呢個窄窄嘅廚房做拍攝，一啲都唔驚有泄漏商業秘密。我可以講呢2碗豆腐花係我食過最有創意嘅甜品。如果你中意食甜品，你一定唔可以錯過。嚟到呢個 food court 最後嘅介紹，話說呢檔中國美食係隔離嘅薄片員工介紹俾我。有些很喜歡吃麻辣，有些人喜歡吃酸辣，中國湯呢，你像那個李姐上一給的人，中國湯。呢位姓何嘅檔主講，佢哋嘅骨湯米粉係好特別，俾你揀料、菜同埋麵，然之後就選擇湯底，要麻辣、酸辣、小辣或係完全冇辣。檔主叫我揀啲料、菜同埋麵條，其餘嘅呢就俾佢調味。講你都唔信，啲碗粉出嚟嘅效果真係好好味，好惹味又好鮮甜。上次我喺怡保採訪咗 Memory Lane 附近呢間 RBS Corner，但係就冇放入我文東同埋昆龍喇叭嗰2集。今次我要放佢落呢條片，事關佢都算係怡保街場。話說呢間華人美食係提供最靚嘅nasi lemak同埋nasi campur，佢哋嘅員工冚唪唥都係馬拉人。呢位店主 Madam Uy 以前係做工程，所以佢佈置到呢間嘢好似一間 warehouse。佢講今日係星期5，我哋有口福，皆因食到佢嘅 Chinese 叻沙。有啲人叫佢 Nyonya 叻沙，其實佢係阿森叻沙同埋咖喱叻沙溝埋一齊嘅。呢個係泰國叻沙。